苗栗县大埔乡的新开国小，去年批处结束之后，面临本彩变的危机。为了争取2年提升学校转型期，中学多人做的讲系做前统战，当即起来爱占新鲜来土，就把空闲年上学期总算贷款跨过30个人本彩变的门槛，同时即起来开办提升教学。不过，新开副教会在指控，从这学期开始，苗栗县政府是用坚决或是附近汽车做理由，对全学生的家庭的施压，还改贴是学校转变重要办法，将年单彩变标准学生的数满到30个人，改做学生的数30个人以下，本以下都学30个人的新开国小，8年的时间还会面临本彩变的标准。学生数未满30人。那内苗栗县教育处的公文新开副教费的民众讲，地方居民去年规模简单，争取到准学生来亚尼坡读书，安尼全校就有30个人，老多唔是本人非教的，没想到2年底1年内连连收到县政府3张公文。教育处讲下查做理由，跟学生人数满满30个人，改过做学生人数提30个人以下，谁知道新开国小又在个算系爱裁编的学校名单度。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啦，好，就是有针对性的，有针对性。我们30个人了，他还要去更正这个人数呢，来整并新开国小，所以呢，我们村民都觉得很不舍啦。2月1号是我们整并的基准日。2月1号学生名册上的学生人数是31人，那在2月24号左右的话，我们是那个学籍移走2位学生，那剩下29个，所以在2月1号名册上的学生名册上的人数的话，我们就扣掉2个，剩下29个。我们按照现在的规定的话，是正式进入整并的程序。副教费控诉县政府坚持要将新开国小废弃，提上学期学生人数由31个人过后，用附赠跟竞争基层的名义，其下摆去转学生的路卡拜访，免到家长受嘟嘟的无恩无乐。可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读新开，竹安的孩子却可以到东势国中读？那这种情形是不对等的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。然后再来，寄那些催告书、罚款，我觉得这是非常伤害家长心灵，因为如果不懂法律的人一定会很害怕。很多他现在不是开放学区，很多学生都是从学区外早上接过来，晚上送回去。非学区的地方去居住，所以我想说，不是在学区内居住的学生占了差不多6、7位，那真正在学区内居住就读的学生的话，只有24位，所以这是他们新开国小现况是这样。照苗栗县小教整并总入办法，当然2月初1是整并的基准日，慢慢30个人就会启动整并尝试，韩国去年8月初1就会实施整并。苗栗县教育处认定，确实唔係提學期內轉入來嘅學生嘅過後，新開國小學生嘅就會提30個人以下，已經提2月24個日通知學校，韓國要求唔好再個數轉學生。劉福謙強調，非教唔係愛省錢，唔係愛廢存，係考慮到學生嘅受教育嘅權益，才會按嚟做。我們過去觀察的結果，這20幾個人的學校。別的是一班20幾個，他們那個是一個學校20幾個，那一個學校一班有的是3個到5個左右。這群學生到國中之後就打散了，就一人一班，一人一班。所以到國中以後，他們反而是連下課要談心的對象、遊戲的對象的話，都會非常的困難。現在苗栗縣教育處已經認定對新開國小啟動整並的嘗試，包含新開菜鳥的5間4間的學校，確定喺8月初1就會結束。縣政府除係安排用專車接送上下課以外，仍一條國小春入前都有免費嘅教科書、應用午餐、韓國課後輔導一條福利。劉福謙講，縣政府表示出最大嘅誠意而來整並，希望家長做得其他學生嘅立場，配合縣政府小教整並嘅作業。下個新聞，楊以諾苗栗報道。